大家好啊！嚟緊呢個短片咧就會講咧1977年出世、1977年丁酉年出世嘅朋友喺今年2026年丙午年嘅運程嚟嘅。好啦，77年出世嘅朋友咧，今年咧會比較咧好似冇乜方向啊，冇乜重心啊，裏邊都唔知點啊嚇，冇乜諗法啊咁嘅情況喎。其實就冇乜特別啊，好多時都會遇到咁嘅情況嘅人生裏邊係嘛，幾十年。開工開工，收工收工，收工翻屋企咁，唔好有啲咩大嘅事情要決定或者做咧，咁基本上就冇問題，因為你冇乜諗法，個人唔實在。如果你處理啲大嘅事情，可能係冇乜方向，呢個係唔應該發生嘅。咁今年咧就會比較會有比較貪靚啦，諗嘢比較冷靜啦。雖然冇乜諗法，但係諗嘢嘅時候、做嘢決定嘅時候都冷靜啦。其實都三萬嘅個腦咧，個腦係三萬靈活嘅。有天賦，天賦係代表你可能會有機會咧，發掘到一個新嘅興趣去學習喎。好啦，另外咧今年咧貴人運就爭啲辣，咁咧就大嘅問題都要自己落手去處理。另外咧外邊咧有啲咧負能量咧會令到你阻住你向前行嘅喎，咁你就兜圈啦，小心應對一下就可以啦，避咗佢啦。另外咧，盡量避免正東邊。咁好彩咧，香港嘅正東邊咧係海嚟嘅。東北邊係日本韓國台灣咁，所以咧正東對於你嚟講，可能講係冇乜大問題發生。工作上面咧還可以嘅，生住個工作。今年嘅工作嘅質量比較高啊，處理嘅問題比較多，而且麻煩啲啊。但係大致上咧都可以處理到嘅。但係今年要小心啲，上司對你咧係會有多少壓力俾到你，可能會麻煩你啦，或者俾到啲 target 你係好辛苦先追到嘅，有呢啲情況出現。財運咯，咁你自己又同財帛宮咧又同宮嘅，好彩，但係就空亡。意思係咩咧？你同財帛本來好好嘅，一齊嘅，你同啲錢一齊嘅，但係大家都空亡，意思就係財來財去嘅。今年小心啲處理啦吓，都好啊，有財來啊，係嘛？該使咪使咗佢咯。好啦，跟住到感情咧，今年就爭少少啦，尤其是女士咧，可能會感情上邊咧會比較被對方俾個伴侶會有一個比較高壓嘅情況啦，即係俾到壓力你啦，自己小心處理一下咯喎。跟住到健康咧就小心兩個問題，一個就係肝經、神經系統或者係腸胃飲食嘅問題。依兩個肝經木同土啦，對於你嚟講可能會有多少毛病發生，自己注意一下啦。好啦，感情好講完咯，自身事業、財運、感情、健康 OK 好。正常咧一個奇門遁甲嘅流年運程咧個會面啊，即係你付費嘅話，大概係半個鐘頭至45分鐘，視乎你多唔多嘢問啦。呢個係非常非常嘅簡潔版啦，因為我由1966年錄到落去1996年嘅準備，咁所以咧就非常簡潔嘅。仲有好多嘢未曾喺呢度講啦。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可以睇多幾條片啊。好啦，1977年出世嘅朋友咧，大家都可以咧點個讚、關注我或者俾個 like 如果想知道今年專為你1977年丁酉出世嘅朋友奇門遁甲布陣係點樣布嘅話咧可以幫你趨吉避凶嘅話咧，你可以喺評論區留言，我想知點布陣，我會揀啲有緣嘅朋友咧話俾你知點樣去布，點樣去趨吉避凶嘅。好啦，祝大家咧2026年丙午年咧身體健康啦，新年進步，事事順利。